呀！你给我去死！小和尚，这就是暗河最锋利的刀，放弃挣扎吧，你没有胜算。有一个老和尚说：“相由心生，命由己造。”赐你借障目之法，奇技饮酒之时，你便已经输了。可笑！你拿什么赢我？你的心乱了。你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我怎么可能输？师父，徒儿受教了。